如果你没有听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正在做一件事，让你的血糖每天都在升高，而你却毫不知情。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这样想，只要不吃淀粉，血糖就会稳定。我在诊间听过太多次这句话了，但事实是这个想法不仅错误，还可能让你的病情更加恶化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，你的大脑、心脏、肝脏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葡萄糖来运作。当你完全不吃淀粉，身体会以为你在挨饿，开始启动压力反应。这时候，你的肝脏会自动分泌更多的糖分到血液中，试图拯救你。结果呢，你的血糖反而升高了。医学研究已经证实，糖尿病患者如果摄取过少的碳水化合物，体内的酮体会增加，可能导致头晕、肌肉流失，甚至让肝脏过度疲劳。我见过一位60多岁的阿姨，她坚持3个月不吃任何淀粉，结果不但血糖没降，反而出现全身无力、记忆力衰退的症状。检查后发现，她的肌肉量下降了15%，肝功能指数也异常升高。你看，问题从来不是淀粉本身有多坏，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太片面了。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，不是要把淀粉赶出你的餐桌，而是要学会选对淀粉。接下来，我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淀粉，什么是错的淀粉，以及如何让血糖真正稳定下来。这些知识可能会改变你未来10年的健康状态。淀粉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关键在于它被身体吸收的速度有多快。我们可以把淀粉分成3类：快速吸收、中等吸收、缓慢吸收。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白馒头，这些属于快速吸收的淀粉，吃下去后，血糖会像坐电梯一样快速上升。而地瓜、糙米、燕麦这些属于慢速吸收的淀粉，血糖上升的速度就像爬楼梯，稳定而温和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淀粉就像是身体的燃料，快速吸收的淀粉就像汽油，一点火就烧得很旺，但很快就烧完了，留下一堆烟雾。慢速吸收的淀粉就像柴油，燃烧的稳定持久，能让引擎平稳运转，很长时间。很多人觉得，既然快速淀粉会让血糖升高，那我前脆全部不吃，这样不就安全了吗？错了。当你完全不给身体提供葡萄糖时，你的胰岛素系统会失去平衡，就像一台机器长时间不运转，零件会生锈卡住，再次启动时反而更容易故障。我曾经遇过一位50岁的女士，她听信网路上的建议，3餐只吃肉和蔬菜，完全不碰淀粉。3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的血糖反而更不稳定，时高时低，整个人经常感到疲惫、暴躁。后来我建议她加入适量的糙米和地瓜，配合蔬菜和蛋白质一起吃。2周后，她的血糖曲线明显变得平稳了。所以重点不是戒掉淀粉，而是选对吸收节奏。当你完全不吃淀粉时，身体会发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而这些反应往往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首先，你的肝脏会启动一个叫做糖质新生的机制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肝脏会把你的肌肉蛋白质分解，转化成葡萄糖，强行供应给大脑和心脏。这个过程不仅会让你流失肌肉，还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导致肝功能下降。其次，当身体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时，你的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会上升。很多人以为不吃淀粉可以降血脂，结果却发现血脂反而更高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反向反应。我有一位70岁的老伯伯，他退休后非常注重健康，每天运动，吃得很清淡，几乎不吃淀粉，但他的血糖却一直维持在高位，甚至比以前更难控制。
经过详细检查后，我发现他的身体已经进入了一种饥饿模式，肝脏误以为他正在挨饿，于是拼命制造葡萄糖，导致血糖居高不下。这就像是你把车子的油箱关掉，引擎发不动，但燃油泵却误以为油路有问题，反而加大了压力，结果整个系统都过载了。更可怕的是，长期缺乏淀粉会让你的身体失去胰岛素敏感性，意思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得迟钝，即使你后来开始吃淀粉，血糖也很难下降。这时候你就真的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，越不吃血糖越高，越吃又不急，敢吃，所以完全不吃淀粉，其实是在把自己推入一个疲劳失控的漩涡当中，这不是养生，而是在慢性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既然不能不吃淀粉，那我们该吃什么样的淀粉呢？我建议你记住3大类，每天都要摄取一些。第一类全谷类，包括糙米、燕麦、大麦、藜麦，这些谷物保留了外壳和胚芽，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群，能够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尤其是燕麦，它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成分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，还能降低胆固醇。第二类根茎类蔬菜，像是地瓜、甜菜根、南瓜，这些食物不仅含有淀粉，还富含抗氧化物质和矿物质。特别是地瓜，它的升糖指数比白米饭低很多，而且含有丰富的钾，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帮助。第三类豆类，包括绿豆、黑豆、红豆、鹰嘴豆。豆类是非常优秀的复合碳水化合物来源，同时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维，能让你有饱足感，又不会让血糖飙升。但是光吃这些还不够，你还要学会搭配着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次吃淀粉时，一定要配上蔬菜和蛋白质。比如说，吃糙米饭时，旁边放一盘炒青菜和1块蒸鱼，这样可以大大减缓淀粉被吸收的速度。记住这句话，不要怕淀粉，要怕的是精致淀粉和隐藏的糖。白米、白面包、甜点、含糖饮料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敌人。而全谷类、根茎类、豆类，它们是你的朋友，是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好伙伴。控制血糖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吃和怎么吃。我把这个概念叫做血糖节奏。什么是血糖节奏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个吃饭、吸收、恢复、休息的循环。当你打破这个循环，血糖就会开始乱跳。很多糖尿病患者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不吃早餐，或者一天只吃1到2餐。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血糖波动，结果恰恰相反。当你空腹太久，身体会启动饥饿警报，下一次进食时，胰岛素会分泌得更猛烈，血糖也会上升得更快。让我用一个真实案例来说明。我有一位45岁的计程车司机，他每天早上不吃东西，中午随便吃一个便当，晚上回家才吃一顿大餐。他觉得这样可以控制热量，对血糖有帮助。但检测结果显示，他的血糖波动非常大，早上空腹时偏低，饭后2小时却飙到200多。这一种剧烈的起伏，对血管的伤害比持续偏高还要严重。后来我建议他改成1天3餐加2次点心的模式，早上吃1碗燕麦粥配水煮蛋，中午吃糙米饭配鱼和蔬菜，下午3点吃1小块地瓜，晚上吃适量的豆类和青菜，睡前喝1杯无糖豆浆。这样调整后，他的血糖曲线变得平稳多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，你的血液就像一条河流，平稳的水流可以滋养细胞。
但如果水流忽高忽低，就会侵蚀血管壁，造成长期的损伤。所以，稳定血糖的秘诀不在于吃得少，而在于吃得规律、吃得对。把每一餐的间隔控制在3到4小时，让你的血糖像平缓的波浪，而不是暴风雨。很多人觉得控制血糖一定要靠药物，但其实如果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你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让血糖稳定下来。我把它总结成3大原则，非常简单，但非常有效。第一个原则，吃对比例。每一餐的餐盘上，一半是蔬菜，1/4是蛋白质，1/4是缓慢吸收的淀粉。比如说，1盘炒青菜，1块烤鸡胸肉，半碗糙米饭。这个比例可以确保你的血糖不会快速上升，同时提供足够的营养。第二个原则，饭后动10分钟。吃完饭后，不要马上坐下或躺下，站起来走一走，哪怕只是在家里来回走动，或者洗个碗、收拾一下桌子都可以。这10分钟的轻度活动能够启动你身体的自然胰岛素反应，帮助肌肉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。我有一位病人，每次饭后都在社区公园散步10分钟，3个月后，他的饭后血糖从平均180降到130，完全没有增加药量。第3个原则，睡眠和压力管理。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，但其实压力和睡眠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大。当你压力大、睡眠不足时，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，这种激素会让血糖上升。所以学会放松，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，是控制血糖的重要环节。记住这句话，药物只是辅助工具，真正的胰岛素效能就藏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里，藏在你每一步的行动中。有些病人问我，医师，我每天按时吃药，为什么血糖还是控制不好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答案是，药物的作用是有限的。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，药效会越来越弱。让我解释一下原理。降血糖的药物主要是刺激你的胰脏分泌更多的胰岛素，或者让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。但如果你每天还是吃大量的精致淀粉、含糖食物，胰脏就必须不断加班工作。久而久之，胰脏会疲劳，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下降。这时候，即使你吃更多的药，效果也会打折扣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吃药控制血糖，就像是关掉了闹钟的声音，但你并没有真正起床。闹钟不响了，你以为问题解决了，但其实你还是躺在床上，问题依然存在。药物可以暂时压低血糖数值，但如果你不改变饮食习惯、不运动、不调整作息，血糖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依赖药物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反正我有吃药，吃什么都没关系。这种想法非常危险。我见过太多病人，从一开始吃1颗药，到后来吃3颗、4颗，甚至需要打胰岛素，但血糖依然控制不佳，并发症一个接一个出现。所以药物不是万能的，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。真正能让你摆脱血糖困扰的是你的饮食选择、运动习惯和生活态度。说了这么多理论，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。这是一个7天的饮食建议，简单易行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。星期1，早餐燕麦粥配水煮蛋和1小把坚果。午餐糙米饭半碗，清蒸鳕鱼，炒青菜1大盘。下午点心1小块蒸地瓜。晚餐豆腐汤、炒菠菜，少量糙米饭。星期2，早餐全麦吐司1片，无糖豆浆，水煮蛋。午餐藜麦沙拉，配鸡、胸肉和各种蔬菜。下午点心1把蓝莓或1小颗苹果。晚餐黑豆饭、烤鲑鱼、青花菜。星期3，
早餐地瓜泥配茶叶蛋和小黄瓜，午餐糙米饭、卤鸡腿去皮、炒糕、栗菜，下午点心无糖优格配少量坚果，晚餐味噌汤、煎豆腐、炒青江菜。星期四到星期日，你可以参考前3天的模式，灵活调整。重点是掌握一个原则：每一份淀粉都要搭配蛋白质和纤维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吃了1碗糙米饭，旁边一定要有一份鱼或肉，还有一大盘蔬菜。如果你吃了地瓜，搭配1颗茶叶蛋或1杯豆浆。这样的组合可以大幅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，让你的胰岛素不会过度工作。另外，记得饭后站起来动一动，不需要剧烈运动，就是轻松地走10分钟，或者做些伸展动作。这个小习惯会让你的血糖管理事半功倍。今天就选一餐，按照这个建议去做，不要想着一次改变所有事情，从一小步开始。你会发现，稳定血糖其实没有那么难。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说的所有内容：不要怕淀粉，要怕的是极端。糖尿病不是绝症，它是一种可以管理的慢性病，你不需要和它对抗，而是要学会和它共处。当你理解了血糖的运作原理，当你知道如何选择食物、调整作息，你会发现控制血糖病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反而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过程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病人，他们因为早期的忽视和错误的观念，最后出现了视网膜病变、肾功能衰竭、神经病变，甚至需要截肢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案例，我都觉得非常痛心，因为这些并发症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你今天选择吃对食物，选择饭后多走几步，选择好好睡一觉，你就是在拯救8年、10年后的自己。你是在为未来的你购买一份健康的保险。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因为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。当身边的人都有正确的观念，大家可以互相提醒、互相支持，一起走得更远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我看过太多病人后悔得太晚，而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从今天开始善待你的身体，它会用健康回报你。谢谢你听完这支影片，祝福你健康平安。